台湾高龄化甲少子化问题严重哦，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地早起开记者会，伊主张讲高龄是资产，应该发展长退休经济。目前拿白合的谈判嘛是阁无进展，国民党的侯友宜嘛话话讲哦，会当考虑全民调甲民主初选一半一半，来选成上强的候选人。也毋过郭文地是回应讲，批算啉一罐，还是讲啉半罐，拢会死。 台湾面临高龄化甲少子化的问题，人口结构反转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地早起召开记者会，主张高龄是资产，要将金发海中变作长寿经济，为台湾注入总能量，而不是将高龄看作负债。55岁以上人口了哈，占总人口1/3，有700多万人。台湾2/3的财富在他们手中，可是他们又不敢用。如果你把它当作资产，他有钱呢、有体力啊。 如果他再回去工作，他变成社会很大的资产。为什么？工作就有所得税啊，有薪水啊。立功离世总统大选拿白合，谈判陷入死局。国民党侯友宜发声，毋望会当采取中和办法，像民众党希望的全民调占一半，国民党的民主初选一半，选成上强的候选人。一罐砒霜哦，喝下去会死。那说那喝半罐就可以，还是死掉。底下设73个。 投票开手，他投开票的时候还要设在国民党的民众服务处。我天哪！这个还没投都知道结果。国民党一路就是要把赖清德拉下来，要政党轮替。那谁不愿意合作？其实大家可以看，国民党不断在堆叠善意。 不断想要促成蓝白合。外口放下国民党内有同归于尽的算盘，甘愿和民进党热情的胜选，也无愿意取代民众党。对此，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补贴，表示会做上好的准备，上歹打算，尽一切力量促成合作。无到最后，无轻言放弃。 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大清德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早起是无公开行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